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初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新闻一开始来关心最近除了台铁甲桃园机场小连续收到恐吓批以外，即马各立各宫泡沫院昨昏嘛有收到炸弹的恐吓批，批内底是表示要用遥控炸弹因甲故宫炸掉。经过全面的清查，台北的故宫甲家己的故宫南院拢无发现炸弹，刷落来会交予警方去处理。故宫8月才例行性休馆，严过看到真侪警察看真不够4月伫咧巡逻，就连建筑物的通道也地毯式的所在，因为故宫受到不得恐吓，讲要伫咧故宫的南北两面放5粒遥控炸弹。这也是我们故宫第一次在我们观众意见的信箱里面接获了恐吓信。它内容大概指的就是说，他在故宫的北院安置了3颗的遥控炸弹，在南院也安置了2个遥控炸弹。故宫是通报警方加国土安全办公室，并且启动紧急应变措施，全面安检，并且调监视器，并无发现任何可疑的玻璃杯。这么交予刑事局侦办，配合那个警方呢，不论南院北院2个呢都做全面性的安检，不论在院区里面或是建筑物内部，包括呢天花板任何的角落。甚至于连我们的金钱呢都出动了。顶个月桃园机场甲台铁会龙班接到不得恐吓批，要证实是无影，因为情形甲这边故宫的恐吓手法正同，警方无排除如果是进前已经离境，涉嫌几多件恐吓案的中国学生张海川所做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头一批的黄山雨到位，前2日啦，咱台湾各地头拢有落雨，其中伫中部雨就是落上介济，水库毛病现来增加。水利署是表示，咱全台湾的水库入水量有1600多万吨，其中日月潭甲雾社水库水是加上济。也毋过伫南部的詹文水库、乌山头水库入水量有限，但被可旱是还未解决。落雨了后，日月潭吸引游客来遮翕相。受到这波黄山雨方面的影响，中部地区雨量上水，日月潭的水位也对顶礼拜741.08公尺上升到741.5公尺，增加2.28趴的脱水量。水位恢复的不是很高，一个环境景观是稍有改善哈，但是整个旱象其实也还没有有个明显的一个改善的状况。根据水利署的资料，初7、初8这2天，全台湾水库入水有1664万吨，其中入水上好的是日月潭甲雾社水库，加起来有420万吨；第2是德基水库的350万吨。另外南部的詹文甲乌山头水库总共入水120万吨。水利署讲，虽然这波落雨因讲是今年以来入水上最一摆，不过也无多来改善整体可旱的情形。这一波的降雨算是有些微的注意，那我们还是需要有下一波的梅雨，甚至还希望能够有西南气流或是午后雷阵雨。水利署讲，南台湾的雨势是较散散，而且主要落伫平地，主要集水区入水有限，也是无多解决可旱问题。以初8来讲，詹文水库脱水率也是只有6.5%，南部水情依然是真严重。曾文水库的一个满水位的一个那个容量是5.08亿吨的蓄水量，但是它今天才进100万吨，那大概是很少的啦。南区水资局讲，这波方面即要结束啊，只好其他下一波方面会用落较侪雨。另外，即阵的抗旱做法也是照常来执行，确保民生用水伫6月底进前供应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随本即阵，咱的新田观众肺炎已经转好啊，毋过即马流行性感冒抑个肠仔病毒开始咧传。疾管署是表示讲，未来2礼拜流感疫情会继续清悬。另外，即马天气嘛愈来愈热，囡仔的肠仔病毒即马案例嘛愈来愈多。医生有提醒大家，嘛是爱继续接洗手，注意卫生。因为流感的高峰大约伫2月份、3月份就下降，不过今年煞反常。
顶礼拜因为类流感去互医生看的人有将近6万人。小儿科医师嘛发现讲，有真侪民众发烧、身躯酸软，就是为着新冠肺炎，一检才发现讲是 A 型流感。你即马武汉肺炎无去啊，但是大家喙炎较无咧挂，手较无咧洗啊，当然流行感冒就走出来啊，因为去年、前年根本就拢无嘛。林应莲表示，大部分民众拢是去年10月注流感疫苗，效果差不多半冬，即马保护力差不多拢降低啊。虽然加减有效果，但嘛是要注意卫生。疾管署嘛分析讲，未来2礼拜流感疫情会继续升。除了流感，最近家长上惊的肠仔病毒，嘛有相关的趋势。肠病毒是热天的病，所以有当时咱即马开始是5月啊，5月了，普通即个肠病毒会到差不多6月。会高峰期啦吼。林应莲指出，若囡仔出现水泡、红点，就可能是肠仔病毒。肠仔病毒来讲，71型是上严重的。伫国内，目前有2间药厂摕到药证，上紧7月就通自费注射。记者陈文正准由台北采访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和明仔早起，咱会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伫北部、东北部天气拢会感觉较凉。咱同齐来看温度。今日早起，水汽会继续减少，落雨范围嘛变愈来愈细。啊，毋过伫华东、中南部的山区也是会落雨，其他所在是会恢复这份好天的天气。温度的方面，受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半部天气会感觉较凉冷。北部的温度大约是17度至24度，东部是20度至23度。啊，那中南部今仔日高温有29度至30度，伫中南部早暗温差会较大。气象局嘛表示，第2波的黄酸雨方面，按算伫这个拜6会挖进咱台湾，到时水汽就会变高，中部以北、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过昼嘛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来关心是药署即马拍算要放量农药检验标准，是要让日本的草莓会当合法进口。不过是引起咱国内种草莓的农民不满，批评咱的政府两款标准。真侪台湾民众拢爱食日本草莓，互咱验出真侪间农药残留违规。日本交流协会因为安尼要求开放农药福尼安甲克凡派，传出是药署当地研究放量检验标准，上近2礼拜内就会预告草案。个人注重的是安风扇是毋是搁放量啊哩？因为这2支农药残留非常的久，所以我们台湾农民也不会用。法律规定也不允许用，台湾的政府要放宽这2支农药，让我感觉到很讶异。变得有2套标准呢，那日本的农民可以用这个有毒的一个农药，那台湾的农民，这真的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哈。一粒一粒看起来红佮好食的大乌草莓，拢是大乌草莓农民采用优先栽培，佮讲拢遵守农药残留标准。结果农民得怪是药署替日本草莓解套，明明拢是草莓，煞有2套标准。苗栗当地立委嘛呼吁是药署无应该屈服政治压力。呼吁食药署悬崖勒马，马上停止准用那2种农药的任何的步骤，严重的话还要让它停止进口。草莓农是讲，克凡派是中等毒性的砂糖剂，若做日本草莓会当使用2款国内草莓禁用的农药，未来可能因为消费者分别清楚国产还是日本的，和国产草莓煞无辜受害。是药署进行发布新闻稿回应讲，农作物残留量消退试验者资料参考国际标准，因为风险评估结果经过专家委员会审核通过，依法回向农委会经预告60天后公告。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成宇航空初6伫日本的成田机场发生飞行机帮延前着调度嘛出问题，引起旅客不满。民航局即马已经在调查，即马个传出成宇航空的董事长张国伟是对媒体表示，伊透暝无困，透早就对日本甲飞行机驶转来台湾。有人认为讲安尼敢无违反飞行规定？这部分民航局嘛讲会去调查。为了解决成宇航空东京飞台北航班延误的状况，成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初七第一时间带机师飞日本，亲身驾飞机开转来台湾，尾班机形象，却因为这个讲法引起外界注意。
啊，你看我也没办法，我也要自己亲自。对啊。昨天到现在我都没睡觉，从3点开始搞。传出都是张国伟家己讲一暝无困，引起民航局要甲张国伟列入调查，是毋是有疲劳驾驶，还是超过执勤时间？毋过传出民航局要查的毋哪这项，包括成武航空客机转降过程、飞机操作是毋是有符合标准，也甲日本塔台是毋是确实同意起飞又搁取消，这拢要查。星宇在这个成年是有代理公司哦，那这个代理公司是不是有完全发挥沟通的功能？其实我觉得我对这点是存疑，因为两边要沟通的时候，可能机场讲的方式，透过中间的这个代理的公司做一个这个协调的时候，是不是星宇听到的是一样的事情，还是有些误会？我觉得这当中是一个可以探讨的方向。对于成武航班满分，民航局表示要求成武航空随检讨改善，目前各项程序拢在进行。成武航空表示会全面检讨接受指教。对于旅客甲社会大众会失礼，张国伟阁宣布来回机票专业退费，赔偿金额至少570万。不过专家认为成武这届判断失误，凸显敢若3台 A35空的成武无用稳一届失误。当初判断失准造成他的后面的应变的处理不是非常的理想，它的调度太吃紧了哈。我看起来，如果洛杉矶的飞机必须要靠我们的 A35来飞的话哈，它大概有2架困在日本，它就没办法正常的去做洛杉矶的航线的服务。那这个影响都是连锁，它还要继续扩充北美的这个航线哈。所以我们的想法是，机师哈或是飞行组员够不够？飞机够不够，这个是决定它是不是继续扩充航线的一个基础了。我想这部分也会在我们后续在核准航线里面会做一些考量。专家认为，成武航空航线拓展上紧，建议天后机队扩大飞机有够，甲机组员会当支援，才有法度避免航班延误这个事件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环保署上新的生活监测，去年咱全台湾14个生活的测站，湖水的 pH 值平均是5.75，生活较严重的前5名拢伫北部，其中新竹的 pH 值是5.29，这是全台湾河上界酸的所在。再来是阳明山的安部、新竹、桃园的中立，还佫有皮卡斯，还佫有宜兰。也毋过这个计划的主持人调查的结果是讲，以长期的趋势来看，新竹和中立的生活拢已经有咧改善啊。咱台湾的生活嘛无因过遐尔啊食力啦。来关心中国时报。中天新闻台换照的官司，明仔就要宣判，因为 NCC 罚中天罚25件，所以中天换照都无过。也毋过中天的律师即马是认为讲，内底有9件拢已经互法院撤销啊，所以 NCC 所认定的事实和实际上是有差的。认为法院爱撤销 NCC 的处分，互中天的新闻台会当换照。继续关心联合报，18岁就代表咱台湾去参加东京奥运的体操选手丁华田，真正是因为运动伤害、伤势的关系，年轻时伊去参加国际比赛，拢敢若会当有才调参加单项尔。也毋过今年伊伫全国的大专运动会成绩表现甲真好，摕到女子全能的金牌。这个表现嘛，对后礼拜要比的亚锦赛、7月份要比的成都世大运、9月份要比的杭州亚运，会当讲是一个真好的开始。继续关心头一批女性的高调，后备军人有14个。昨昏因伫桃园的北竹参加5天的高调，有一寡课程会含男性同齐来训练。也若去年咱的志愿士兵做到一半就无想要继续做落去，人数有4000多人，这是最近这几年来新高。国防部长邱国正就表示，少年人、少年家因有家己的想法，本身若是无意愿，嘛是无才调勉强。然后山有行李，头一批女性高调后备军官车被载去伫桃园市北竹区的战术位置办理报道。虽然拢是自愿报名，也不过也是有人感觉紧张。陪同报道的红赛是表达全力支持。女生也是第一次有教招这个东西，对，所以蛮紧张。去年才退伍了，会不会觉得说回来重温一下部队的那种感觉？很棒。这批14人全数报道会参加为期5天的专长调训，分别是报道编成作战计划演练、实弹训练、专长复训4大项目，会伫守备区域内进行行军训练、甲作战计划演练、甲男性同齐编组无分别。跟男性的课程是完全一致的，那只是说在生活的管理还有照顾方面，
针对女性同仁的一些需求。女性教调有希望提升后备战力，因过根据国防部统计，1811年志愿士兵无适合做兵人数达到4066人，创最近几年的新高。其中个人申请就占92.4%，包括生涯规划占43.2%上侪，过来是适用不良占35.2%，家庭因素有16%，少子化因素。国防部长邱国正认为，状况愈来愈严重，国军会继续强化调务。因为他本身没有这个意愿的话，我勉强不得的。就像一般人在外面工作，可能他需要做转换环境一样，可能这种事情是难以避免。学者认为，国军提悬调务吸引力，唔拿为薪水开始，安怎将人才放伫适当的位置，提升成就感也真重要。那明年开始义务役会延长做1年，有一寡少年人无定着会利用较长的服役期间，思考敢是适合部队生活，无定着也对提悬转做志愿士兵的意愿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5月7号，今仔日是俄罗斯的胜利日。伫即天战争，俄罗斯国对乌克兰发动最近这几个月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是表示，所有的无人机已经拢互伊拍落来啊。俄罗斯伫咧5月7号庆祝胜利日的前一天，对乌克兰发动这几个月来上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也是俄国10天来重新发动空袭的上新行动，几乎这栋大楼被炸出一个大坑。俄罗斯出动60台伊朗制造的新风无人机，其中36台对准基辅，拢被拍落。Right now we're in apartment one of the buildings. Today was one of the massive attack to our hometown. 乌克兰讲，俄军正伫咧向乌东的巴赫姆特展开最后的推进，应该是希望伫咧胜利日进前甲这摕来，当作总统普京伫东北攻势唯一的战利品。自战争以来，巴赫姆特的战况拢正激烈。Та перемоги над нацизмом у Другій світовій війні і переможуть рашизм. Це буде День Європи. 泽伦斯基安尼做，也显示乌克兰甲莫斯科之间的界线是愈画愈清。胜利日是为了要纪念1945年战胜纳粹德国，是俄罗斯人正重要的节日。活动拢伫咧5月7号举行，因过俄罗斯境内真侪所在，也变做攻击目标，拢取消相关活动。Его вполне можно понять, когда мы имеем дело родные, близкие, для которых этот день будет и останется святым. 过去拢是前苏联的俄罗斯甲乌克兰，本来拢同款伫5月7号庆祝胜利日。俄罗斯讲，虽然泽伦斯基要甲胜利日改做5月7，因过伊相信乌克兰的人民也是伫咧5月7号庆祝。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继续关心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的加冕典礼，场面是真大，也毋过嘛有反对君主制度的抗议者咧场外抗议，尾啊，结共有52个人互抓起来。Not my king, not my king. 穿着色的衫，发着口号，并将举着标语抗议举办典礼。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加冕典礼伫当地7日举行，真侪民众举着英国国旗，激动庆祝70年来头一届的加冕仪式，也毋过反对君主制度的组织。共和国的成员所组织伫游行路线边抗议，意图更加支持的民众冤家。We believe that Britain's head of state, the highest public office in the land, should be elected by the people based on merit, not inherited and imposed upon us without public consent. 最后，警方用可能扰乱加冕游行做理由，伫街路陆续逮捕抗议的人，当中52个人，而且甲因拘留将近16点钟了后，才甲因释放。这场典礼包括大英国协成员国，嘛就是由英国旧殖民地组成，包括56个独立国家，拢总有200多个国家拢咧庆祝。有一寡国家到今仔阁奉英国国王是国家元首，也毋过真侪国家的民众无啥感觉。I'm an old school royalist. I do love the pomp and circumstance, and the Brits do it very well, and we're here to celebrate. Justice coronation does not matter much to me because I don't feel the significance. And I think it's more of an older generation thing. I think the younger kids growing up today don't really care about the royals, and we don't really like Prince Charles, to be honest.
这场典礼，强要所有王室成员拢有出席，也毋过哈利王子算是一个人出席，而且伫典礼结束无偌久，就直接离开。伫暗头的嘉宾音乐会嘛，邀请真侪明星出席，歌手凯莉佩瑞穿着金色礼服登场唱歌。好莱坞明星汤姆克鲁斯嘛，陆续开美军二战上闻名的战机影片，邀请过王座的飞行伙伴，就连老牌歌手莱诺里奇嘛有上台，互现场2万民众甲贵宾看甲真欢喜。公司新闻台是东朋友。镜头来去土耳其的总统大选甲国会大选5月14就要登票。对3月份以来民调拢显示反对党的候选人赢现任的总统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有赢小可，赢面较大，埃尔多安有可能会输去。若伫选举进程的造势，双方拢有提出政策要向民众来支持。不过候选人总共票数无过半，5月18就要举办第2轮的投票。Diyorlar size biraz geriye doğru geçin. 土耳其左派共和人民党伊斯坦堡市长伊马莫鲁当为党魁支持达欧鲁造势时，就连遭到攻击。伊马莫鲁指控执政党要求警察卖介入。Bir vardık tabii bir baktık her yerden taş, her türlü taş yağıyor. Hilafsız görüntülerde de var. Polislerin hiçbirisi kılını kıpırdatmadı. Bu bir talimattır. Bu bir talimattır. Bunun adı başka bir şey olamaz. Müdahale etmeyin talimatı. 为3月开始的民调，反对党候选人支持达欧鲁一直呈现小可领先执政党候选人，现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状况只有2摆超过50%。根据5月7日的最新民调，支持达欧鲁的支持率是47.4%，埃尔多安是45.6%，支持达欧鲁小可赢1.8%。执政党正义发展党意向方看作右派保守派，伊批评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甲酷儿。伫5月17日，史上上大170万人到场的造势活动中，激化保守派选民。CHP, LGBT'ci mi? AK Parti asla LGBT'ci olmadı olmaz. 支持达欧鲁的造势场合也是真热血，伊对选民比出爱心。 Ve Türkiye Cumhuriyeti Devleti'ni bir kişiye teslim etmeyeceğiz. Bir kişinin 2 dudağından çıkan bir sözü hiç kimse kabul etmeyecek. 土耳其总统大选民调，2边投票率会当讲拢无超过50%，战况继续无明。不过，若伫5月14日选举，所有候选人的得票率也是无过半，安尼第2轮投票会伫5月2日举行。公司新闻新6倍转译。 镜头来加拿大西部的火烧山，即马火也搁在炭烧。亚达波省这所在，搁有8外的所在，即马火也继续在烧。当地政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嘛已经撤离要3万人。加在目前是无人传出伤亡。也若伫南半球的澳洲，今年的寒天是提早到位，东南部提早1个月落大雪。当地气象局嘛警告讲，畜牧业要有防动物低温寒死。 对这看起，远的所在规片拢是烟。加拿大西南部的野火炭烧，亚伯达省的官员讲，境内有100恐怖的火场伫咧烧，因为真侪火场的火无法度控制，顶礼拜六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局继续要求更加侪居民赶紧撤离。More than 29,000 individuals have been evacuated from their homes to safe locations, while other communities are on evacuation alert. And residents in those communities should be prepared to evacuate on short notice. 亚伯达省是世界上上大的产油区之一。今年春季天气热搁大暑，只要小可火势就引导野火。即马炭烧的面积已经超过37万5千公顷，有一寡地区的财产损失是无法度评估。另外，伫俄罗斯的乌拉山一个西伯利亚正大片的地区，最近也遭受野火侵袭。 一直到初7，敢若是伫咧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就超过54000公顷的森林大火，4800位消防员甲6000位职工伫咧拍火。
当局讲，至少已经有4个人死亡，几落百间厝被烧掉。另外，南半球的澳洲今年冬天提早来，东南部伫咧落5月雪，比过去提前1个月。澳洲气象局的资料，5月第一礼拜六方面来温度降，比5月平均温度加正冷。毋但山区落雪，首都堪培拉市区吹背温度降到0度，就算是较北边的雪梨附近，有一寡所在也开始落雪。I didn't expect it to be this thick because it sort of started early yesterday afternoon. It just kept going, and by the time we got up, it's like everything is just covered in snow. 伫咧雪梨西边120公里外一个雪镇奥伯伦，强烈的冷空气，或者规个变做云白世界。气象局警告讲，伫东南部关山地区的服务业，就要注意动物有可能温度低而死亡。这部方面估计影响到吹杂。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加拿大政府是宣布讲要赶走一个中国的外交官，因为这个外交官防指控强害加拿大一个国会议员，还有伊香港的亲人，因为这个议员是捌批评过北京。也毋过中国是强调讲，中国毋捌干涉别人的内政，批评加拿大政府是无理的起无空。继续关心欧盟的执委会，伫今仔日表示，比利时已经向欧盟成员国建议对俄罗斯提出第11轮的制裁。根据法新社报道，这个制裁计划内底是头解牵涉到中国，因为欧盟建议停止向7个中国公司出口关键技术，因为怀疑这个中国公司把相关的技术交予俄罗斯。继续来关心南韩和日本即马关系是豆豆变好。南韩的军方就表示，美国、日本、南韩这个月底因会进行海上哪吒的军演，嘛会伫宫古岛的部署爱三飞弹，来应付北韩伫透的下飞弹。另外，日本也伫离咱台湾较近的与那国岛这个所在部署援华监视部队。外界是认为讲这是日本咧因为着讲万不利台海发生冲突咧先做准备。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昨昏去党中央登记参选2024年的总统，伊甲国民党的合作感真正无希望啊！郭文哲是无甲话讲死，那赢也是希望讲双方会当合作。另外，副总统赖清德伊昨昏是去台南参加8点51的对书纪念会，伊嘛呼吁台湾和日本爱共同合作对抗集权主义。台湾的选择柯文哲。民众党主席郭文哲7月到党中央正式登记参选2024总统，是毋是代表国民党期待那白合辉的大联盟正式破局？郭文哲无甲话讲白，敢若讲合作毋是门关起来讲就好，理念无共真歹合作。当然，我们是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但是这不是流于密室政治的权力分配。如果是这样的话，老百姓也不会支持。若是副手人选郭文哲表示会向天下征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持续化团结合作，无放弃拿白合的可能。不过，即马拿赢人选也未决定，对郭文哲参选，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尊重。柯主席有自己的想法跟不做，我们要给予高度的尊重。伊伫争取国民党提名的郭台铭7月日下访问传统产业，连电盐湖副董事长宣明伫暗时邀请南位食饭，外界解读是挺贵派参会。不过，郭台铭初7暗时指控总统蔡英文捌派代表要求伊袂使买 BNT， 总统府搁再说明疫苗各位顺序，叫郭台铭唔通搁耍政治手段。今天呢，这个很多事情大家都知道，我也不在这里多说。也不是经济合作而已，而是面对极权主义的扩张，两国愿意站在一起，共同守护区域的和平跟稳定。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的副总统赖清德，登去台南出席8点51对书纪念会，引用前首相安倍晋三所讲的“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来表达和平需要靠力量，力量需要团结，希望台日增强合作，共同守护区域和平。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陈水扁的后生高雄市议员陈致中，因为洗钱罪，即马爱互抓去关，未来嘛可能袂当阁参选。陈水扁之前有去总统府陈情，而且伊即马嘛有参加一场洗钱罪修法的研讨会。针对媒体问的问题，陈水扁拢无回应。
要开始了，好，要开始了。面对媒体追问陈志忠的签管案进度如何这问题，前总统陈水扁拢无做正面回应，只讲研讨会就要开始，马上进入会场。因为伊后生高雄市议员陈志忠触犯洗钱罪，按算11入监服刑。陈水扁顶礼拜星期去总统府请愿，批评触犯洗钱罪将申明参选是误解立法宗旨。特别透早亲身参加洗钱罪修法研讨会，讲是阿扁第一摆参加采访。除了刑法以外，你又在行政法搞个直头公检，这简直是我跟你讲，这是大于1年级的法律课程。这个案子就属于不成熟的法案啊，我预判啦，应该立法院不会过了啊，所以也免伤担心啦吼。这场研讨会由陈志忠担任执行长的新台湾国旗智库举行，参加的专家学者批评民进党立委联署提案的选罢法修正草案，对触犯洗钱罪将申明参选的修法内容是违反的修法，也无符合比例原则。陈水扁专程详细听，搁来做笔记，有时点头认同。那修法通过，陈志忠也无法度搁参选。知道他要去参加研讨会，他没有说要接受采访。我们了解他没有接受采访，再看怎么处理啊。台中高校表示，陈水扁有机会参加研讨会，是不是受访会搁进行了解。另外，去总统府请愿代志表示，议员在调查当中，调查结果会送校正署核定了后，才会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那美国政府即马按算是要比较援助乌克兰的方式，先提供咱台湾价值美金5亿的军事设备在武器。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表示，因为咱向美国买的武器真侪拢延前着延后交货，所以美国即马是先用这笔金5亿的武器先来代替。那针对进前，美国众议院议员莫顿有建议讲，中共若是拍台湾，美国要先把台积电毁掉。国防部长邱国正强调讲，咱的国军绝对会守护人民甲资源，绝对袂让这款代志发生。所以他们哪一个讲要炸这个炸那个？那我们国军怎么会容许这种状况呢？美国众议员莫顿顶日仔提出中共若拍台湾，美国要甲台积电炸掉的讲法。国防部表示，绝对袂容忍这种情形。今嘛有风声讲，美国拜登政府按算比较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动用总统拨款权，提供台湾5亿美金规模的军备。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5亿美金毋是军购案。主要是针对美军军售延前交货的项目，优先保护台湾。那时间点爱美国这边来公告。这个无意，他没有在军售里面有军售了，有武器装备延宕了，延宕以后他可能会把现货或者以其他替代方式来先做一个救急或弥补。两方情势严重，邱国正捌伫咧备询的时阵讲，2年前若是 B 级，即马已经升做是 B+ 的等级，国军无放量的空间。不过最近真正传出有军人涉及强谍案，还阁签效忠中国的誓约书，传出法务部甲国安单位建议，要伫咧国家安全法成立对一般的民众归顺中国相关行为的刑事处罚。这是对我们全国老百姓不信任的一种行为，不可以立法。我对我们全国的老百姓都有信心。毛世宽对全国百姓有信心。邱国正虽然无做评论，不过强调讲军人的身份是特别敏感，无允准归顺中国的行为。若敢是支持恢复军事审判，邱国正表示，军方袂当讲是乐见其成，司法审判甲军事审判拢有优点甲缺点，需要经过各方的讨论才来做决议。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 Costco 卖的冷冻鱼红验出有 A 肝病毒，这是引起消费者惊吓。目前伫双北拢有病院通报，那亲像有出现 A 肝感染的怀疑病例。县政府的消保处即马已经要求 Costco 伫5月11之前要提出消费者的补偿。美国设备厂好事多卖进口可可兰冷冻3种综合酶蓝莓，陆续互人验出有 A 型肝炎病毒，引起消费者紧张。不过好事多进前讲，国内无出现因为食到相关产品感染 A 肝的确定病例。互胸腔科医师批评讲，迄是因为台湾真罕看到 A 型肝炎，民众感冒就医嘛袂讲要验 A 型肝炎。进前有网友甲反映确诊 A 肝，怀疑都是食到有 A 型肝炎的酶啊造成的。他在平常的健检发现，哇，怎么肝功能300多，再隔1个月的验变成500多，然后后来才去诊所一验 A 肝，因为他想起来他有吃好事多的莓果，一验 A 肝发现居然就是阳性。
因为好事多有问题的门仔至少有4.2万的会员捌过买。行政消保处是讲，到初八中昼为止，已经有接到25件申诉案件，其中有一个人表示身体无拄好，消基会嘛呼吁业者爱放零限制，好花补偿甲赔偿。精神层面上影响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建议呢，应该会在这一个以往的判决的金额更高一点，所以我们才建议说，应该在3000块或5000块以上的这一个金额啊，那这样才算是对消费者来说一个合理的一个补偿。消保处讲，已经要求好事多爱伫5月11进前提出对消费者的补偿方案，希望业者会当好好处理，化解消费者的紧张甲疑虑。未来若是真正要行团体诉讼，向业者求赔偿，是由属原来有是按基金会当补助消基会诉讼费用。若是新北好亲像 A 肝个案的迄清检验结果，上紧找到拜二报告就会出来。以上做伙大的亲人嘛捌食到有问题的梅仔 A 肝病毒抗体检验结果拢是阴性，已经排除急性 A 肝病毒感染。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中有一个老爸，可能是因为伊5个月大的红婴仔，这个后生骗卖店直好，全甲囡仔扇喙皮，扇几落个。后边细汉的家弟看到是惊甲皮皮喘，拢唔敢讲话。影片见光了后，即马警方已经介入，社会局嘛当地处理。这5个月大的查甫婴仔，互爸爸双手抓着，也毋过爸爸煞做出连续拍几下喙皮。查甫婴仔愈看愈大声，爸爸的手煞无停，造成查甫婴仔面几个所在乌青。边仔还有一对家弟仔看到规个过程，惊甲毋敢出声。有网友伫面册社团抛出这段画片，翕的时间是伫这个月初1暗8点左右，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其表示正于南部处理事情，母子人身均安全，小孩目前无恙。将于近日至所内说明案情。警方确认查甫婴仔安全，初八早起前往查甫婴仔爸爸姓江查甫人上班的公司进行了解，也毋过并无找到当事人。消防局接到警方通报了后，也进行调查，发现姓江查甫人甲太太并无大做伙，两人分别照顾4个囡仔。查甫婴仔本来是甲爸爸大做伙，案发了后已经由妈妈接走。消防局也确认甲爸爸大做伙的另外2个囡仔拢安全，调查了后交予妈妈亲属照顾。那为了保障4名孩子的人身安全，社工会依职权申请保护令。台中市家防中心表示，除了以职权协助申请这名查甫婴的保护令，将对爸爸教养方式不当，也要求接受亲子教育课程。若果有类似的行为，会以违反离校款法罚6至60万罚款，也要追究刑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那屏东的恒春是有一个有白年母，去年12月份照顾一个8个月大红婴仔，才过3天的时间尔，这个红婴仔的脑部和目睭就出血。家长即马是怀疑这个年母苦毒囡仔，也毋过找无监视器。警方即马无放弃了后，有甲监视器找转来了后，确认讲这个年母确实有苦毒囡仔的行为，嘛已经互检方起诉。倒伫病床顶，规身躯看起来真烂。一个8个月大的查甫婴仔，去年12月送去灵母因兜过3日，术后发现脑部真侪所在甲目睭膜拢出血，经为恒春送到高雄的病院开2解刀，状况表示戒不乐观。医生评估是永久性脑伤，那家长怀疑囡仔互苦毒，包括脑神经全部都已经受伤程度很严重了。然后鉴定科那边确定就是说，这个是连续撞击，这一定是在短期这些急性的撞击几次以上。我接电话了。林母亲开始讲囡仔是说，按照警方无放弃，开个月时间恢复档案，一个看，找到关键影片，报车检察官侦办。亲自追查了后，发现林母有甲囡仔倒头栽，甲脚抓咧乌白片、乌白屑，佮甲婴仔大力揪起来，才塞登去面床顶，或者是乌白袖、乌白屑伫涂骹。地主囡仔的头壳弄着伤，检方依照当伤害罪，甲林某起诉。那因为对男婴哭泣会感到这个烦躁情绪失控，那因此就对男婴有加以这个抛摔，认定苏姓保姆设有刑法重伤罪那并且依照儿少条例应该加重1/2那于日前提起公诉。苏姓保姆立即停止收托，那除此之外，也将苏姓保姆仍在照顾的孩子转介到其他的一个保姆来提供后续的照顾。
官府表示，这个灵母甲因翁婿伫民国104年摕到合格证照，伫徛家提供照顾囡仔服务。代志发生之前，捌接受1年4届访视拢无问题。安那代志发生了后，官府已经停止因翁仔某继续照顾囡仔，接落来会照调查结果来处分，嘛会协助翁仔家属伫刑事、法律、医疗等等必要的所费。记者王友婷、陈显坤屏东报道。警政署对初一开始已经进行全国轿车、奥多摆无让过路人开红灯的执法，不过即马也是发生不幸的意外。这是伫台南昨昏有一对母囝咧过车路的时，互一台要倒弯的轿车去弄着，3岁细汉查某囡仔当场昏迷，那即个妈妈马上赶去车卡，囡仔送病院救无回来。妈妈看3岁查某囡仔行伫斑马线，2个人的后壁有一台轿车要倒弯，疏忽减速，直接弄着2个人，查某囡仔当场昏迷，妈妈放加一车底。他们是同方向啦，他是说没有看到他，那个肇事者说他没有看到他们要走过来，就知道砰一声，小孩子哎一声就不见人了。热心的民众帮忙通报消防局，也有7、8名查甫人赶紧公车要救出家伫车底的母亲，2个人红紧急送医，遗憾的是3岁查某囡仔当场死亡。当地民众指出，这个路口行车无让行人的状况不是头一摆，立即封锁现场，将伤者送医急救，幼童不治，本分局依过失致死罪嫌侦办。警方将肇事的驾驶以过失致死罪嫌侦办，呼吁开车经过路口注意慢看停。那前立委地保清的太太也伫顶个月离世，经过桃园区三民路2段甲民生路口的时，后驶轿车的细工女子弄飞，造成大腿骨头支气，淡薄脑震荡，爱休养几个月。当他走了没有几步以后，就被车子撞到，那么已经造成了轻微的脑震荡还有骨折。警政署也为初一起，全国干部路口无停让行人大执法。高雄为初一到初4处地无停让行人486件，台南187件，全国头一礼拜处地41690件，开发金额超过4000万。警方也提醒驾驶经过路口爱遵守规则，尤其倒弯，可会因为下条影响行车视线，更较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咱镜头来去新竹，伫新竹计共有7间大学，包括清华大学、阳明交通大学、中华大学等等，所以有侪学生。那这大学因为宿舍无够，所以一寡学生囡仔就爱高不离种，爱伫外口睡厝。不过实际上要伫新竹睡厝真无简单，因为新竹阁有科学园区，厝头家较介意甲厝睡互科学园区的食头路人，所以睡厝需求量大，即马厝税租金就较悬，互一寡大学的家长是真伤脑筋。新竹有7间大学，阁有科学园区，睡厝的市场不止啊大，尤其是对外县市来新竹读册的大学生，因为学校宿舍无够，只好伫学校附近睡厝。不过想要睡一间家己介意的厝，在新竹有钱，阁不一定找得到。因为现在学校宿舍已经抽完，就如果没有上的话，就是确定要住外面的话，就是应该大部分人都开始找房子。在市中心的话，他们的校舍本来分配的几率就比较低，要孩子搬离一个地方，我们头都非常痛，因为要找下一个房子的话，可能就很早就要去打算。专门负责睡厝的中人业者讲，在新竹大部分的厝头家较介意甲厝睡互在新竹科技园区上班的食头路人，主要就是稳定性较悬。大部分的房东都不想租给学生，因为人多复杂，所以仲介业当然就不太想带看，除非那你什么时候要起租？就会先问，会跟房东就说明一下，说其实你们生活作息是很正常的，那平常也不会养宠物，也不会带异性，他也会带一些，也不会带异性回来，那平常也是会按时缴租的，会让房东会比较放心租给这些的小孩。专家建议，若是烦恼学校注册时找无厝通睡，会当先参厝头家签合约。上好是会当先参详，看会当甲实际要开始大的时间，再开始收厝税。另外，嘛会当伫合约注明，确保未来退租时厝的完整性，来提悬厝头家睡厝的意愿。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镜头来台南的新营的新东国中有真侪社团的活动。
内底有一团是有一定介意跳绳的学生囡仔，因组成的跳绳队。这学生囡仔拢是利用下课的时间咧练习挑战各种技巧，嘛有真侪高难度的动作，因拢有法度完成。伫国内外参加这比赛嘛，拢有得奖。来看这阵囡仔有偌厉害。轻快音乐，整齐的动作。这阵学生跳绳啊，那亲像咧跳舞。因是台南新东国中的跳绳队。新东国中有丰富的社团活动，学校除了重视课业，也鼓励囡仔培养无同方面的才艺。我们致力于发展每个小朋友他的潜力，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兼具的发展一个体育的项目或是艺才。那因为跳绳它有分个人花式，然后竞速赛，团体竞速赛，然后就依照个人的喜好，然后去练他们专攻的项目。俗语讲，戏棚顶一工，戏棚卡3档。不管是2个人跳，一阵人跳，或者是1个人跳1条绳啊，甚至跳3条绳啊，会当做出遮尔侪有技术的动作，背后一定是经过几啊摆的练习。跳绳队的队员拢是利用下课了后的时间加强训练，因伫国内佮国外比赛也拢捌摕到袂歹的成绩。比赛是有去比全国民俗体育竞赛，然后男生的话是有拿到全国第2，女生拿到全国第3。很辛苦，因为就是加上我们上国3，我们是国3的，然后课业方面会比较重一点，然后又加上要练跳绳，但是虽然真的很累，但是坚持下去的东西就是因为我喜欢跳绳，我热爱这个运动。学生嘛讲，加入跳绳队，唔但会当练体能，也互因学会晓团队合作。学校也表示，未来会全力支持跳绳队的发展，互学生有多元学习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再来看北管。北管是咱台湾真重要的传统音乐，嘛是真重要的母性文化资产。家己市的兴安国小学校内底就有北管乐团，这个社团是互囡仔来学这项音乐，嘛传承这项传统文化。伫地下室内底20多名学生做伙咧练习北管，伊是兴安国小的北管乐团，嘛是家己市内目前唯一一间推广北管的国小。因为那个所有乐器一起掺杂，声音很好听，很有旋律感。甲北管的老师讲，这是传统的音乐，所以公车谱、念古诗，大项拢爱学。不过为着要互囡仔看公车谱看的惯势，嘛有去改变谱的印刷方式。上传统啊，以前老师咧安怎甲阮教，阮就安怎落去教这个囡仔。啊，当然阮有甲阮的谱有小改过，就是以前的谱是直的，阮只改换的，互因方便因去看这个谱。兴安国小校长讲，甲国外学校交流的时阵，拢想要向外国人来绍介台湾这项传统的音乐文化。高当前才会伫学校内底成立北管团，推广北管，学校甲家长的反应拢袂歹。咱要含这个国外的囡仔来做交流的时阵，咱要摕使物件是咱台湾上传统、上代表咱台湾味的物件，咱的北管戏曲，就是最重要一件，这个可以交流的文化。这个乐器就是已经快要落后，就是快要被现代的那个乐器取代，所以我就想说来练一下，然后希望以后可以就是有更多人来学这种乐器。校长指出，市内囡仔若想要了解北管，拢爱等有朋友留咧遮较有机会。即马有专门课程，就是希望互囡仔会当为细汉就认捌北管所代表的台湾文化。记者李慧婷家己报道。歌戏嘛是台湾文化，长美云歌戏团有新的作品，这届因是演出三国戏，嘛有甲京剧合作。这出戏叫做《五龙永远昔日》，毋是咧讲三国的3分天海战争，是较注重人物的感情，要互大家看到历史无同款的一面。五龙永远的昔日，用歌戏来演三国戏，更加特别的是，出名的京剧老生唐文华嘛加入演出老毕的角色。念出迄个开口无，啊，伊完全是无共的
那个念法、唱腔的那个音域的走腔有没有？Q 啊，跟咱这京剧拢无共的啦，完全无共，所以讲啊，重新学习。邓文华笑讲，家己完全袂晓讲台语，背台语词的时，就一句一句录起来学。若无就向人请教，大家会演出拢是新挑战。邓美芬嘛表示，三国戏伫京剧的舞台早就是经典，即个以歌戏来演。规出戏的起头是对孔明的后生想要做家己，无想要互人讲伊是孔明的囝开始。戏出的内容嘛讲到老毕甲孔明因的后生，才会正历代心情。咱一般看戏，伫咧传统的三国内面，都是敢若看到真侪伫咧战争啦、相拍，毋是安尼尔。咱即摆的即个吴良演的，其实较以人性的内在去探讨。邓美芬进前做面部客栈，做出新形式的歌戏，受各界娱乐。邓美芬讲，伊伫希望将戏曲提升到艺术的层次，改变大众对歌戏的印象。即个吴良永远的迄日。要带观众感受军神甲白景情。记者田文曾准由台北采访报道。再去看世界，咱甲镜头来去英国。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这几年是真头疼、真伤脑筋，因为有侪国家拢向因咧讨文物，亲像埃及就甲因讨讲爱还因一个罗塞达石碑，那希腊嘛想要甲因讨转来神殿的石雕，也毋过这个协商目前拢讲无成。看起来袂输敢若是外代理就的雕塑，和参观的民众学了讲2500年前古早人的工艺哪会遮赞？这是希腊雅典帕德嫩神殿的神像雕塑的全体，也毋过这嘛是大英博物馆的馆藏。几多年来，希腊甲英国拢伫咧争论这项古文物是啥个。Στην κατεύθυνση αυτή η κυβέρνησή μας από την αρχή της θητείας της έκανε και εξακολουθεί να κάνει συζητήσεις με την βρετανική πλευρά. Οι συζητήσεις αυτές βρίσκονται σε ένα προκατακτικό στάδιο. Απέχουμε πολύ από το να έχουμε ανακοινώσεις ή οριστικές συμφωνίες. 19世紀時陣，這款雕塑和英國駐奧圖曼帝國嘅貴族外交官阿爾金摕到，所以個互人叫做阿爾金石雕。不過阿爾金取得雕塑嘅過程一直攏有爭議。希臘認為阿爾金無經過迄當陣奧圖曼所帶嘅同意，就入去神殿特處雕像，運送嘅過程也真囉嗦，造成古文物嘅表面受破壞。因為英國是強調，迄當陣是政府出錢對阿爾金嘅手內合法買來，送予大英博物館。佢講，這款雕塑若是無運到英國，可能就無法度保存落來。希臘當局幾多年來一直要求大英博物館甲雕塑下建，最近協議閣再失敗。希臘媒體講，協議已經完成90%，是調佇咧關鍵嘅10%無法度達成共識。英國方面因為1963年有通過大英博物館法，規定袂用甲館藏還等於原本嘅所在。若是無想要違法，就要佇咧希臘設大英博物館分館來採這寡被關下嘅歷史文物。不過希臘方面是希望這寡海斷嘅古物愛採佇咧雅典嘅衛城博物館。Η βασική μας επιδίωξη, το βασικό μας μέλημα είναι η επανένωση των γλυπτών του Παρθενώνα. 2009年，希臘政府佇咧帕德嫩神殿附近設立衛城博物館，就是為着有一天古文物轉來了有藏嘅所在。因為英國也是有其他嘅方法，這就是今年5月，意大利就以無限期租借嘅方式來審判法律，和阿特密斯神像嘅正卡永遠交還予衛城博物館。相比較之下，大英博物館是甘願簽長期合作伙伴協定，其實是表明無想要將物件還長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幾多年來擔任協調者嘅角色，幫助迄款被掠奪嘅文物長期原本嘅國家。也毋過要處理英國嘅情形無容易，佇咧政壇甚至有官員反對還長期，所以要互帕德嫩古文物長期也閣有通等。公司新聞牛燕編輯。天氣報你知，咱同齊來關心今仔日各地頭嘅溫度。北部嘅溫度上低是18度，上懸23度。中部嘅溫度上低17度，上懸28度。南部嘅溫度上低是20度，上懸有30度。東部嘅溫度上低18度，上懸24度。
外岛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9度。咱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将请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